你係咪都試過上網慢到好似返咗石器時代咁？啲片撈極都撈唔出，嘢又交唔到，搞到成個人都燥底。但係你又知唔知道點解有啲人嘅網速可以快到飛起，好似閃電咁？呢個秘密其實就藏喺一條條細過頭髮嘅光纖入面。光纖之所以咁勁，關鍵就係一個物理學原理，叫做全內反射。想象一下，光線喺光纖入面，係咁樣不停喺纖維壁上面反彈，就好似彈珠喺一條透明管道入面高速穿梭咁，信號可以零損耗咁極速傳送，遠遠超越傳統銅線嘅速度極限。正正因為呢個巧妙嘅全內反射現象，我哋先可以享受到超高速上網體驗，無論係 4K 串流雲端遊戲定係全球視像會議，都變得輕而易舉。光纖網絡唔單止改變咗我哋嘅生活同工作模式，更為未來科技發展奠定咗堅實基礎。下次當你享受到極速網絡時，不妨諗下呢個隱藏喺微觀世界嘅神奇物理原理啦。